我忘记开麦是怎样？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飞机里的网络好触屏，欢迎大家晚上来。Hello， 你们吃饭了没啊？等一下，我应该要来市场调查一下。对，就是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再简单的说明一次哈，就是今年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大家都有做一些什么2025年的新年新希望，是不是？对啊，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了啊？安安，好，然后就是想说来看一下。就是因为那个年初的时候有开一个表单，让大家可以投稿嘛，大家可以写一下自己今年有什么新希望，让我知道。然后呢，今天我就要根据这份白纸黑字的记录，来看看你们新年新希望到底有没有进行。对，因为现在是6月底嘛，我想说6月底，那差不多6月过完，应该就算是今年过完一半了嘛。对，所以我想说，就来关心一下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有没有做一半了啊？所以我现在来发起这个市场调查，对，叫做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有在动吗？有进度吗的意思啦？来关心一下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有没有进度？有进度吗？好，发起调查，蛮好奇的，希望大家可以踊跃作答。好，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好了啦。伊头六个家长安安欢迎，还有阿杰欢迎，欢迎安安，还有徐君墨晚安，你好 ，Good luck， 起后后安安。好，那么对，如同我刚刚说的，今天的目标也还蛮简单的啦，就是想说今年差不多过一半了嘛，既然今年差不多过一半了，就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把新年新希望做个大概一半呢？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紧张，对，反正还有半年，其实半年可以做蛮多事的。对，其实大部分的新年新希望，如果很认真毛起来做的话，其实好像如果你原本的进度是合理的话，好像在3个月内都可以做完它。对，那我们就我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新年新希望做的怎么样了。好了，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有看过，就是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有看过那时候新年新希望的这个直播。对，那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那时候有列了，我记得应该是2点吧。我那时候好像只有跟大家分享2个。我的2025年的新希望，对，然后其实我给自己的新年目标是有3个，但我第3个好像没有跟大家说，对，还是我其实有说，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好，那总之呢，我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2025的新年新希望做的怎么样了。好了。对，那我准备一个非常精致的小黑板，可以让我把字放上来。好，那第一个，我今年第一个有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办 Open Verse Challenge 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对，然后我也是在今年大概3月的时候，就是人形化的时候，也顺便跟大家就是发起了这个挑战啊，发起了这个 Open Verse Challenge 的挑战。对，那其实参加的人数。我原本没有想到会这么多对，那其实还蛮意外的，就有蛮多原本也不认识的 VTuber 朋友们就来参加，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其实有一些是有几位都是在之前其他人办的 Open Verse Challenge 里面有看到的，也就是有知道有这位 VTuber 会参加 OVC 啦，对，但是没有想到会来参加我的，还蛮开心的。对，那就算是顺利办完了，那会不会再办下一次呢？好像要想一下，对然后那个反正就是今天也一样啦，就是聊天室，就是当自己家随便聊，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就是比如说我以上讲的这些做到的事情，如果有什么细节你们好奇的，也都可以问，对，蛮欢迎的。好，对，那总之呢，对 Open Verse Challenge 就还算顺利的完成了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1年办1次就够了，对，因为做起来比想象中累，没有想到会那么累。对，但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办啦。说真的，我还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办。但是如果还有其他人愿意办的话，我还蛮愿意去蹭的。对，我觉得参加 Open Verse Challenge 比办 Open Verse Challenge 好玩一点。对，所以我明年的新希望是明年再说，但是今年应该不会再办。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年还做了什么事嘞？对，虽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想做一些影片类型的更新啦。对，那简单来说就是VTuber 大家可能比较会直接想到的就是直播类的更新，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不想看直播，我觉得影片类也是我一直蛮想做看，就好像可以接触到更多人啦。就是有一些人使用 YouTube 的习惯是他本来就不会看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只做直播的话，好像没办法接触到这些人，会有点可惜。那我最近也确实有开始做一些影片类的更新，对，虽然基本上是把我在直播的时候讲的话剪下来变成精华啦。对，有一个新系列叫做唐突的深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我看应该蛮多人有看的，因为蛮多人有留言。对，我就是决定会开始试着在直播的时候谈一些也许比较辛辣或者比较深入的话题。对，那我其实我的计划就是我可以把它剪成精华，做成影片，然后可以拿去接触更多的人这样子。好好你喜欢这个系列吗？我觉得还不错啊。我觉得我不知道 Shorts 算不算啦 ，Shorts 应该也算是影片类的更新吧。那个街访的系列也是效果比想象中好很多就是会因为这样子接触到蛮多以前就不会来看我的人，他们就会因为这样就会来看，我觉得蛮好玩的。对，嗨，瑟西恩，嗨，晚安，欢迎，你好，真的你喜欢这个系列啊？等一下是有人降落吗？怎么突然同阶往上跳很多？为什么？好，那讲到哪？影片类这次挺好的嘛。杰也喜欢这种系列嘛，就是深入的聊一些我其实蛮想发表意见的话题，这样子。对，我觉得还不错啊。对，说到瑟西恩，我们要特别感谢，就是瑟西恩在我1000订阅的时候，就是蛮突然的，那让我受宠若惊的，就送了我那个街访系列的 logo。我觉得街访系列 logo 真的很赞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比较新的2集的话，就是我拿到那个 logo 之后，我就马上把它压到那个影片上面。对，我觉得整个就是那个质感跟那个专业度直接往上提升。对，而且他也是蛮可恶的，就是跟欧拉夫老师偷偷串通，就是让我那个我的模型更新了之后，我现在可以直接就是在我的手里变出一支麦克风给大家看一下。对，然后上面有这个那个毛毛设计的非常精致的街访 logo， 赚烂了，真的赚烂了。对，就是毛毛有在接 logo 的委托，然后我本来有想要委托他，但是因为我蛮会拖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整理那个就是我想要的那个说明给他，结果拖着就唐突被送了。对，非常感谢，这个真是必须要找机会公开致谢一下。对，感谢。好，12坨初见安安，欢迎你来，初见安安啊。对，好的。影片类的更新，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街访算不算啦？我觉得也算啦，就是包含街访系列跟我在偷喝饮料，包含街访系列跟那个，就是我开始做那个唐突的深聊，我觉得都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影片类更新。对，而且我本来比较少在 po 影片，因为我发现影片的那个点阅率不怎么样。但是这次那个唐突的深聊，我好像有蹭到时事哦。我有趁着那个大家有在讨论学生 V 是不是没料这件事情的时候，赶快趁机蹭了一下那支影片的表现，好像还不错，蛮开心的。对，这个算是今年也是一个蛮大的收获啦。对，欧拉夫超赞，瑟西恩也很赞，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干嘛这样？欧拉夫也是真的蛮过分的，就是我只有付过他委托的钱，但是他就是有事没事就会画一堆图出来，是怎样？真的假的？你也没想到你们电波有志一同哦，所以是你们，所以是你接触他之后，发现他也想就是偷送我怪东西，也不是怪东西，就是偷唐突的送我好东西，是不是？这还真是我的荣幸，为什么？这怎么这么好？对，那我想一下哦。
对啊，然后推广网很好，对啊，是真的很好，是真的很开心，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有点良心不安啦，就是我也没有给欧拉夫老师画画费，但是就一直画，我就会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虽然欧拉夫老师 po 他的画的时候会用那个 fan art 的那个 hashtag， 但是毕竟因为我的皮是他画的，所以那个跟其他观众朋友们的 fan art 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对，我不太知道怎么表达给大家，但是我不知道你们 get 有没有办法 get 到，我可能表达不怎么样，但是就是因为他是画皮的那个人，所以我好像感觉会有一点心情上有点不同。对，但就真的是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包含他画那个跟伊里的奇怪的 fan art 也是欣然接受啦，毕竟画的真的很好看，我也是没办法，良心不安就多委托他画图，让他更赚钱，有道理，确实是该这么做。对，确实，之后如果有要做周边或是要做更多需要用到美丽图画的内容的时候，一定是找欧拉夫老师。对，肯定的。好。那影片类的更新大概是这样子啦，目前好像没有做太多新的。虽然我其实有其他想做的系列，但我目前被街访痛扁了。对，我前几天发那篇文之后，现在尝到了惨痛的结果。我现在正在被街访按在地上痛扁，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做其他我本来想做的影片更新。哦，你本来去敲欧拉夫问麦克风设计做进 L2D 有没有办法做到，然后他说他做到一半，是怎样啊？偷加料哦，好，真拿你们没办法。对，而且那个，因为我本来街访系列是只有做中文的，但是我就突然又决定好像可以做个国际版来问问看，就是英语系的 VTuber。对，所以好像毛毛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特地帮我做了就是英文的，就是国际化的 logo。对，就真的是蛮感动的，而且那个 logo 真的好可爱啊！虽然我直接拿在手里的时候。就是我直接把麦克风拿在手里的时候，好像会稍微被我的手挡到啦。但是你们如果看街访的 shorts 的话，下面有比较完整的 logo。虽然我现在发现把它放在下面，好像会被那个标题挡到。我再想一下，我要不要换位置好了？对，有点可惜，可能我位置要再改一下。对，你们这偷偷合作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完全没有想过有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是真的很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第3个，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没跟大家说，但说不定讲出来就有人说我其实有说，我有点不确定。对，我原本今年还有一件想要达成的事情，意想不到的跟欧拉夫合作了，谢谢我帮你圆梦吗？真的假的？现在是怎样？你送我东西，你还要感谢我？这不行啦，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啦，不可以这样，这有点太过分了。好，我今年还有一个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做一些英语的相关的，也不是英语相关，想要做一些英语内容的更新啦。对，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说了。对，可是我就发现到我要再开一个英语频道，应该是不太可行。因为我只做一个频道就已经做到没有其他力气了，所以应该是不太可能另外经营一个英语频道。对，所以我本来是有点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没办法实现了。对，但没想到前阵子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现好像可以做英语，就是做那个把街访系列变成国际版，然后也可以问一些英语 VTuber。这个真的蛮突然想到的，对。然后我就想到，我确实就是我的今年的2025的目标里面，其实是有这一项。那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有做到了啦。虽然我还没有剪出来，就是全英语的集数。嗨，爱哲是星宇月，晚安，欢迎你来，你吃饭了没？欢迎。好，对，那就也其实也是意外的受到了一些帮助啦。当然就是包含我自己有想办法去接触一些原本完全不认识的英语 VTuber， 但除此之外，就是我也有问一下，就是比较反正就是我问一下其他 VTuber 朋友，或者我跟他们分享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校鼠就突然跟我说他妹是英国人，然后我就真的假的，然后我就接触到他妹了，对，就还蛮奇妙旅程的。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突然达成了这个隐藏的2025目标，对，然后还被抓去做那个国际化的联动，蛮好玩的。对，虽然我觉得我去那边好像只是当口译，但是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好啦，这是我今年的那个2025，就是原本有计划想做到的事，对，然后就好像都实现了，太棒了。就虽然我原本也没有定很多啦，但是在那个今年还没过完一半的时候，就算是有做到了，还蛮棒的吧，应该蛮棒的吧。来偷看一下大家新年新希望有没有进度？有60%的人有偶尔有40%的人都还没有进度哦。你是想要把它继承到明年，变成2026年的新年新希望吗？哦，没关系，今年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好不好？还来得及。当口译也很国际是没错啦，但是有一些话题我不是很想帮他们翻呢，比如说要怎么迫害我之类的，或是对，就是那一类的，这是够了。或是他要攻击对方的传统文化，我也是不太想翻呢。王子烧安安，晚安，欢迎你来吃饭了没？子昌晚安，欢迎你来吃饭了没？还有伊托留库恰上晚安，吃饭了没？好，那这是今年原本有计划要做到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反正有计划做的事情都有做到了。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是计划以外的达成的一些，就没想到，就是突然就达成了的一些成就啊。对，首先第一个耶，这个一定要跟大家炫耀一下，1000订阅了，而且我现在可以降落了，太棒了！我之前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个降落的条件到底是怎样。对，不过我现在就是确定了，就是签订就可以降落了。我以为要收益化才可以，对，不过我现在发现只要签订就可以了，所以我已经可以降落别人了，太棒了！以后就可以跟别人互蹭流量了，我又赢。对，计划赶不上变化，真的，就是计划确实是有帮助啦，但是计划总是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就是可能变好，或是可能变得反而更不好的，都有可能。对，那我觉得我算运气不错啦，就是都有遇到一些就是还蛮奇妙的帮助。对，就我从来没有想过校鼠他妹是英国人，然后突然就可以做那个，就可以很快的做出有英语内容的影片了，还蛮赞的。对，好，就是这样子。那签订也是原本没有预想到的，因为我原本觉得订阅数比较不是那么完全可以自己控制的啦，就是当然自己努力也很重要，但一部分还是要靠运气跟机缘，所以我原本没有把它设定在我的2025目标，但我觉得我如果就是该做的努力有做到的话，应该也是会不小心实现啦，所以就是我没有特别把它当成目标来定。对，好的耶，感谢恭喜，伊藤绿茶吃那个啦，对，丝母鱼鱼肚，我知道，我想起来了，你有 po，感谢阿静，我很棒，我也觉得还蛮棒的，有时候还是要那个吧，被夸奖还是可以接受一下吧，对，虽然那个可能很多人都是比较习惯，就是觉得要谦虚，但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稍微接受一下，对，有时候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哦。对，像我就觉得我最近真的是蛮努力的啦。我今天街访了5个人呢，虽然最后只有访到4个人，因为有一个人好像临时没有办法来，但是就是我那篇文发出去之后，我现在这礼拜有20几个人要访问，好精彩哦。对，我就觉得我也是蛮猛的，我也是蛮有料的，感谢大家支持，让我可以蹭到其他这么多人的流量，好赞哦。对，一定继续加油啦！我拼一下看什么时候可以收益化啊！对，这件事情我也蛮想问你们的，就是我有在想，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就是会那么想要一直看 shorts 的系列。我其实有想过街访系列好像有一些问题，如果回答的比较详细或者比较深入的话，会比较长。我发现街访有一些问题。其实蛮适合做成就是长影片的，就不是 shorts， 就是真的就是一般影片的长影片。但是我有点不确定大家会不会想要看长影片的街访，你们可以趁现在就是表达一下，我想要有点好奇，想要问一下大家会不会想看。对，我有在想要不要就是做一些长的，那可能会拿就是
可能会吃一下老本，就是有一些 shorts 的回答我觉得很棒的，我可能会拿来继续用，但是我会放一些就是可能 shorts 塞不下的片段，或者我本来就觉得比较适合放在长片的片段来，对，然后就是有一个可以给大家配饭的啦，然后就是对，我觉得跟伊藤绿茶讲的差不多，就是10分钟这样子，虽然如果对了，如果你吃饭跟我一样快的话，10分钟差不多。坏习惯，对，但是感觉是可以配饭，然后可以跟家人一起看的长度。虽然有一些回答可能不适合跟家人一起看，但是我不负责，反正也不是我回答的。对，我觉得好像不错哦。好啊，这个也想看，绿茶也想看，没有问题，好像可以耶。好啦，那我之后来做一做，然后稍微小吃一下老本。那你知道我想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确定了 Shorts 的观看时数不会计入收益化时数。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横的影片来吸一下那个收益化时数啦，好现实的主播，对，但那还是一定要的。啊，在前区就抓来赏巴掌，大好说你很棒，这个要付钱呐，这个是奖励，这个有点太奖励了啊！这5分钟就吃完饭了。其实我快的时候有时候也是5分钟，要看吃什么。如果吃比较烫的就要比较久啊。如果吃那种很容易，比如说汉堡那种你大口一点很快就可以塞完的，有时候也是5分钟，尤其是这样还在打工的时候，真的是蛮爱赶快塞的。不然我只好把街访做成直播，其实也可以耶，那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经过这个礼拜的教训，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礼拜访问20几个人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发现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我就在想，那是不是街访其实蛮容易就达到100人斩的？到时候街访100人斩的时候，好像要有点庆祝活动，感觉要有对，也许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直播或是特殊的企划，我觉得可以哦，我觉得蛮棒的哦，那我觉得总有一天，如果再加上国际版的，然后我再多做个几年，搞不好街访1000人斩也是有可能的，好猛哦！想想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蛮猛的。把街访做成直播，抓 V 朋友来深聊转盘这件事情，我其实真的蛮想做的，还是我就拿猫来当白老鼠？我确实觉得可以，我确实觉得找 V 朋友来一起深聊一下这些刺激的话题也不错。然后如果我可以把别人讲出来的智慧剪成我的精华放在我的频道，那我不是赚烂了吗？好像不错，我觉得可以。好，没问题。我跟你约，我再跟你约时间。好赞哦，蛮喜欢找一些就是谈吐很聪明的 VTuber 来做这种事情。嗨，伊里，晚安，欢迎你来，吃饱没？烫。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我觉得蛮多洗脑歌都会让我觉得蛮烦躁的，这是其中一首。我不知道伊里是不是在皮，但他是伊里，所以没关系。我的邪恶意图倒是谦虚一点，我不要啊！大家不是就爱看这种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没有啦 ，VTuber 不能太正常嘛，我哪有办法？我就是要把自己比较扭曲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标题可以取V 对了，可以耶，我觉得可以耶，谢谢伊里，我要偷。我真的蛮喜欢从聊天室偷标题或是偷企划的，谢谢大家都会让我偷，皮就皮啊，没关系，反正你是伊里，我也是拿你没办法。好啦，伊里已经开始大叔笑话了，这很大叔吗？可是我就喜欢那种有点烂的双关或是谐音，我都蛮爱的，是怎样？好啦，那我们的今天达成的。不是意外达成的目标。我今天听起来很累吗？我有点好奇。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听起来有一点。好，上次看我聊深度话题转盘，你也想到深 V， 真的假的？你们这些人是怎样？好吧，那是蛮赞的，是蛮赞的啦。好，我觉得可以耶，这个一定要偷，哦，真的吗？比昨天好一点哦。可能因为昨天吃的怪怪的东西太冲击了，所以昨天整个被打败。对，有一点齁。今天应该是声音上比较累，然后昨天是那个心情上被重打败。今天就是因为访了太多人，所以可能比较烧声的应该是。梗的年份加黄腔双关，导致他听起来很大叔嘛？好吧，有道理。
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意外达成的成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啦，但是就真的蛮开心的，所以分享一下。这假的，我昨天听起来像被割走一半魂魄，有这么惨吗？真的假的？这么夸张吗？我以为昨天我比较嗨耶，好吧，我昨天好像也没有嗨到哪里去。可是我觉得昨天礼物听起来也好累哦，为什么啊？还是我误会？我觉得我们都被虫虫打败了，我觉得我们两个那时候听起来都超累的。好吧，因为有点黄，所以是大叔笑话。我觉得不会被黄标，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应该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是我可以做的范围，我觉得还行。好啦，那这个就是意外达成的成就，就是 Discord， 我的 Discord 一直有开毕竟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虽然我想应该蛮多人都知道，就是毕竟我是一个对台语有比较有在关心以及就是有兴趣的 VTuber。我的那个 DC 群组，我的 Discord 群组里面，它其实叫伺服器，但我为什么就叫它群组嘞？好像不重要。我的 Discord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频道是可以给大家练台语的，就是蛮欢迎大家，就是想要用台语聊天的话，可以去那边蹲着。对，然后我前阵子比较没时间开台的时候，有看到有发现有观众朋友真的有在利用那个频道跟大家聊天，蛮开心的，聊一些有的没有的八卦，我有偷听一点点啊。对呀，就真的蛮开心，是真的，我一直蛮希望，就是我一直蛮希望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其中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对台语有兴趣，然后有想要练台语的人，就是聚集起来。对，然后我发现好像真的有发挥到这个影响力，有做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开心啦，真的很开心。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利用我的 Discord 来聊聊天。哇！伊利也要变成大叔了吗？伊利这个，你的主见不再青春，所以你准备好要加入大叔的行列了。哇，大概会拿来当敲碗区啊？你是说我的 Discord 吗？可以啊，就是蛮欢迎大家，就是在那个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都可以当自己家，可以多利用啦，蛮欢迎大家多利用的。对，伊利也蛮常在我的那个 Discord 里面跟大家聊天嘛，蛮开心的，真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台语其实也没有真的下给吼，所以就是会发现蛮多观众都比我厉害，然后就是会提供蛮多学台语的资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是蛮推荐可以去我的伺服器，没错啊，记得要选那个，因为我的身份组照语言分啦，有那个英语的、中文的。还有台文的，对，所以如果你们对台语文有特别想要接触的话，记得要打开那个台文身份组哦，要勾那个想要用台文哦，对，因为我想说每个人有兴趣的不一样，所以我稍微分开。那如果你选英文的话，就是会有发现有那个被我街访过的英国朋友，可以跟他聊天，你们可以跟他聊天。伊里帅哥加入大叔行列，肥宅大叔会受伤？不至于吧？有那么夸张吗？对，好，那我们还意外达成了什么嘞？我们还意外达成了，就是很不小心的跑去参加了那个程序员办的 Game Jam， 但是做到快死掉。对，但蛮刺激的，因为我以前就一直有想要做，就是想要做自己的游戏，一直有这个梦想啦。对，那实际上也没做出什么真的很完整的东西出来。对。这个现在的说法叫做恨帅潮，你不要乱教。这个也有点，这是现在流行的吗？这是不是也有一段时间？我不确定啦。干嘛这样？不要挑起帅潮跟普通仔仔之间的对立，他们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啊！你看我，活在虚拟的世界跟大家互动，还不是长得很帅，对不对？恨帅潮等于恨火蛇，先不要。对，本片但 DLC 一起上市，什么意思？你说我们的那个吗？我们的那个 Game Jam 的作品啊？对，如果你们不知道去哪里可以玩到的话，应该在我的推特的那个 highlight， 那个叫什么精选贴文里面应该有，对，你们应该可以找到。你看啊，这没有恨帅潮，他才不会这样子乱恨别人。伊藤绿场也不要乱教。好，讲到哪了啊 ？Game Jam， 对。反正就是蛮冲动的啦，就是想说，好像有个好机会，然后就是趁这个机会好好来参加一下，对，然后就想说想说问一下有没有就是
其他喜欢创作的 VTuber 朋友想要跟我一起玩的，对，然后结果就找了伊里跟老刷来，就是他们就是负责美术的部分，对，那个图真的是蛮赞的，对，就是如果你们有玩的话，就是图全部都是他们2位完成的，真的很猛，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制作到一半的时候，那个 Ikusen，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Ikusen， 就是蛮大尾的黑猫 VTuber， 平常都在打日嘛，然后他好像其实是很有名的大前辈哦，对，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说，要不要 BGM 啊？然后就真的假的？然后我们就有 BGM 了。好赞哦！对，他最近很认真在写原创曲，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找看。对，我在那个 Game Jam 那篇文应该有标他，所以你们就是找那篇文应该可以找到他，然后就可以去看他的很多，就是最近真的写很多原创曲，对，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蛮酷的。对，没错，他就是日麻 V， 他就是好像蛮专注在打日麻的。对，我请到他真的是诚惶诚恐，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魔幻，就是也是跟稍早讲的一样，就是我没有特意就是想要去找寻这些资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会有人跑出来帮我，蛮幸运的，是他先私我，我真的吓到，我真的吓烂。对，虽然我们之前就有稍微就是互相联络过、交流过一点点东西，但是我也是蛮吓到的。他就突然，因为我知道他有在做原创曲，对，但他就突然跑来问我，就有没有知道 Game Jam 这件事情，然后就聊了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做这个密室的游戏。然后他就说那很好，他可以提供 BGM， 我的天哪，我的天！对啊，说到这个更多细节，我们不要讲太多，细节。为什么不要讲太多嘞？因为下礼拜我们会有后日谈，下礼拜会有 Game Jam 的后日谈。对，然后也是蛮幸运的啦，就是我也是很突然的丢一个时间出来问那个洛松啊、伊利还有 Ikusen 可不可以来？我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大家不一定有空，结果刚好都可以，赚烂了。对，等我周表做出来，你们就会看到。然后你们想要听更多细节的话，可以来。对，我们保留一下，不要讲太多。对，到时候才有东西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好，对，就是这样。好，那这件事真的不要讲太多好了。嘿，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也是没想到的啦。我怎么知道我会吃虫啊？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会就莫名其妙就吃虫了？对啊，是怎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吃昆虫，说真的。虽然也没有特别觉得不会啦，但是我真的没想过我这辈子会吃昆虫对，那怎么开始的？我好像昨天也有讲过了，那我需要再讲一次吗？反正不是啊，就是请了欧拉夫来我的那个纳五科联，然后就讲到会吃蚂蚁，然后我就发现礼物跟欧拉夫都会吃蚂蚁，只有我不会哦，怎么可能？然后就有一些观众朋友就叫我吃蚂蚁，然后是谁啊？是谁还贴那个可以买得到蚂蚁的那个卖场，把它贴到我的 DC 群组啊？是谁啊？对，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礼物是刚好自己也跑去搜寻还是怎样，反正他就突然密我说，要不要吃虫？我就啊，有流量，好吃，对，然后就这样了。是谁啊？对啊，是谁？我好像才刚被大家推荐吃蚂蚁没过多久，然后就在 DC 群组里面直接贴一个可以买得到蚂蚁的卖场，谁啊？是哪一个很会料理，然后又不缴房租，住在衣柜的观众啊？谁呀？好啦，对，反正以上4点就是一些意外达成的新年新希望。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达成了。好，那我们可以来进行最期待的环节，你们应该很期待吧？我讲完我的部分了，是不是该换你们啦？对不对？是不是该换你们讲一下新年新希望做到哪里啊？来，现在刚好有在的那个，我刚刚 DC 有把当初那个填表单的时候有写新年新希望的朋友们，我应该都有加你们好友了。对啊，有在的，就是我可以call过去的，可以在聊天室跟我说一下。我的表单都放在哪？我的表单什么意思？
那个是年初的时候啊，那个是年初的时候，就是有放在年初的那个新年新希望的直播的那个说明栏，对，有放在那个说明栏，对啊，但那个连结现在突然要找的话，我要跑去找那个，对，但是我那个表单我都没有删啊，所以我都还保留大家当时就是那个自己写的，你们自己写的、啊，自己写的那个新年新希望，我都还留着。对，所以我等下就要来 call out， 我等下就要来 call out， 问你们做的怎么样了。对，那我想问一下，请问阿介跟伊藤绿茶，你们现在可以接电话吗？你们可以在聊天室回答我。你们如果可以接你们如果现在可以接电话的话，我就打过去。好，同时我来问一下，现在我现在好像没有看到在看直播，那我现在要问一下，我想一下哦，我想一下要怎么说，我直播我想要怎么说，我今天的脑袋有点不知道为什么都感觉我的活动表单都是等宇宙显化到你眼前，然后就消失在迷雾之中。好啦，不然我在那个叫什么？我在那个伺服器，我在 DC 里面看要不要放一个表单集中区，如果我记得的话，就把它集中在那里，好不好？好不好？这样就可以。结婚今天可以等到呵 ，OK， 好。那我顺便也问一下，就是现在可能没有在聊天室说话的，我顺便打字问一下没有在聊天室说话的人能不能接电话？我现在正在回顾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您当初有填表单，不知道现在打给你方便吗？不知道现在打给你方便吗？耶！我来骚扰我的观众了。哇，没想到有一天是换我寄骚扰信给我的观众，好棒哦！奇怪了，我有把大家的集中起来。希望大家会接我的电话。哇！好怕大家都在忙哦，其实有可能对不对？看看，不可能吧？不可能有人不在我们的那个，好啦，是不是1分钟啦？伊藤绿茶是不是可以接电话了？嗨，准备安安，晚安，欢迎你来。晚餐吃完了没？所有人都说方便的话，是不是要一次打给全部人？不行，我们要1对1的好好监督。你不要以为同时很多个人面对我就可以稀释你们的责任。我就是要来拷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进行你们的新年新希望？好，我要打去给伊藤绿茶了。哇，好紧张哦！等一下，我还没有截取 Discord 的声音。你好，你好，安安。安安。你讲你袂记你家己，还是你会记？你敢要会记你下什么愿？完全袂记哩。完全袂记哩，袂要紧，我讲互你听。你讲你要减10公斤的鱼圆。你减了安怎？因为我遮无法度去测 FFMI， 所以我唔知。所以伊是迄个薛定谔拢是迄个无确定的迄个状态。安尼哦，安尼是安怎啦？你迄阵下即个愿望的时阵，你就想到，你敢无想讲你要安怎去知影你到底敢有减10公斤的鱼圆？对呢，迄个时阵我嘛无去测呢，所以完全拢无迄个，拢无证据啦，完全无证据会使去分。算你敢巧，你迄阵就想着我会敲电话是无？问就是死，问就是死哦，敢巧有够巧，无怪遮强吼。
佫会晓煮食啦，佫会晓做后仔啦。哦，嘛无其他诶。不要紧，后摆你都会晓开台，啊，毋是你佫会晓画图，你是咧？啊对吼，我佫会使画图。啊，你佫袂记你会晓画图？其实迄拢 AI 做会着。哈，干嘛呢？Adobe Illustrator。哦，真正你用 Illustrator 画哦？当然嘛是假的，够歹用，规啊 Adobe 是用够歹，够贵。啊，你拢用啥 ？Clipper 啊 ，CSP。迄是纳一摆钱就好者。迄是纳一摆钱就好，但是伊即摆亲像是每一档会出新的迄款迄个，佫较迄个愈侪迄个功能安尼。所以就是无共版本的对。对啊，用版本啊。啊，原来是安尼哦。因为我知影迄个叫做毋是迄个做 P， 啊毋是 Adobe 拢是爱叫你逐个月都爱来保护费。贵甲。真正诶，互伊一直速回安尼。真正是速回，而且迄个我一开始其实是用迄个 Photoshop。毋着互伊够歹画。歹画袂惯势的对。不止袂惯势，你凊彩用一个，譬如讲你用一个毛笔的迄款笔有无？笔刷啊。你画落去，你家你家迄个笔刷迄个范围迄个创较大着无？画落，你电脑就开始宕机诶。哎哟，安尼是真正歹用，啊，毋是拢有纳钱，佮安尼歹用，安尼无怪你无爱用。啊，就 CSP 功能嘛是足多，嘛是好用，而且伊占的迄个资源就无遐尼重安尼。原来是安尼，可能我拢用小画家咧画，所以我较无法度体会啦。用小画家用什么小？我嘛是定定用小画家呢。你是咧电吼？无啦，我小画家拢用来创啥？你敢知？你拢画啥物？无，毋是摕来画。我小画家即摆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我若是要去迄个。要去参考一寡迄个别人的图无？我网络找，安尼迄个download落来的时阵，有时阵你无法度直接等入去迄个 CSP， 我就开迄个小画家家转迄个 PNG。都安尼尔。安尼，小画家对我唯一的功能就存遮尔。不要紧啦，免钱的罔用啦。爽啦！到 Windows 若是有一天甲迄个小画家停掉，我一定要写批去抗议。定着爱抗议，好了解。好，我想看卖，你嘛无写白条呢？你会使写过迄个超过一条？会使啊，爱有志气啊！加在你无写，无我一直甲你问。毋过佫有，迄阵佫有。一个所在是互大家写的，想要甲阿辉讲一寡啥物话无？你有写？你敢也会记？我想，你想看？是毋是你的工爱互我摕来做陪啊？毋是，迄阵无夹。迄阵甲对咧，迄阵还佫无夹。你是毋是你的插头要拆落互我做陪？哎呀，那见摆拢咧想遮的啦。无啦，迄阵你是写讲加油啊，伙子，甲迄个骹腿生出来，叫我爱生一支骹，生一支腿啦。你即摆有生出来，但是大部分我咧愿望有无？有哦，有哦，你就会当甲大家讲火腿做好食。对。单火腿嘛，迄个嘛特别出现啊，对无？单火腿呢？多谢你介意阿辉。你敢要迄个甲互大家迄个看你的腿？熊要大家看腿。安尼我搁爱迄落呢，变过呢，来互大家看我的腿哦，若有欢喜的，
都笑一个，无要安怎？耶，多谢你介意火腿。我其实看你迄个转过来的时阵，我就想讲，安尼是毋是你的角会插伫涂骹？哦，会啊，迄就是角做骹，骹做角，安尼。赞。好，啊，上尾问你一个问题好啊。请问塔努基亚甲阿火落去海中，你爱先救倒一位？首先，塔努基亚是啥？塔努基亚就是礼物啊。哦，塔努基亚啥？你即摆拢生甲遮尔悬啊！啊，礼物遮尔小一只，我已经先救伊好啊，因为迄个时阵我挂伊电话，我感觉就歹势。哦，安尼哦，你讲你先该救无？对啊，因为我想，着你真正生甲遮尔悬，我感觉你起来，你着你着无代志啊。我头还有讲海中呢。啊！你先变做熊仔有无？你先变做熊仔，你着浮起来。你若无浮起来，就是命是吧？组一个迄个寻宝队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哦。啊是互你体验一下，互挂电话感觉好啊。还佫爱叫一个哦。我就是讲，我会叫到一半，你会挂电话。哦，好，安尼你会当叫啊。好，哈哈。安尼咱继续。毋知影敢会当敲互阿杰？头拄仔我有私信甲阿杰讲，你的愿望是啥？若准我会当私信你才甲我，毋是若准我会当敲电话才甲我讲一个。好啊，我头拄仔阁有私信问其他的我可以突然发现我会讲中文呢。好啦，我刚才有私讯其他的观众朋友，就是可能没有在看台，或是刚好不在聊天室的，我问他们能不能打电话过去，但是还没有人回，所以应该是不行。好，那我们来打给阿杰吧。嘿，好，那我们来打给 Hello， 安唔安？阿辉你好，你好，足久无见，毋是咱毋捌见过面，歹势。偌久无听到声，安尼。是。还是讲毋捌听过声，应该是。耶！你应该是定有听到我的声啦，我较无机会听到你的声。你较无听我的声是无问题的。耶！安尼我来甲你小问一个，你敢无？我头拄有甲你讲，你迄阵的愿望是要减20公斤。是，我有看到啊。请问你敢有进度？有进度，毋过无介济。已经做厉害。较减一个3-4公斤尔。哦，进前原本有减搁较济小看，结果可能食伤好，你看我一直拢铺食的吼，食伤好，所以个体重就走倒来1-2公斤起来。啊，原来是安尼。哦，不过我感觉那6个月当减3公斤啊，4公斤已经足厉害啊呢。袂呢，其实3-4公斤真正无济。我之前真正捌差不多3个月左右吧，差不多减差不多5-6公斤去啊。哦，这感觉爱足坚持才有法度呢。迄时阵就一天差不多食2顿啦，毋过吼量拢缩足少诶。哇！一直拢啉水，毋过肥顿也足紧诶。我若想要食较好诶，一下就个扑倒转来啊！真正是要减诶时阵足艰苦啊，肥顿来足无细字就会随肥倒转来。是啊。哇！尤其我今年个验着讲，我糖尿病压开啊！食食个愈控制啊！哦，这
啊，像我即落使食诶吼，无通食，真正无通个，怎讲？食了袂适拍吼，食了袂爽快，真正是足艰苦诶代志。啊，是，食物件真正是生活最重要诶趣味呢。人们讲诶嘛，民以食为天，啊，若你无通啊，食着上介好干，上介好处理诶代志，佮无都互家己食了会好势，活了到又无趣味。无毋对，尤其咱若是做工课吼，做甲足忝，也是足劳的时阵，真正是会想要食一寡好食的物件，就会较欢喜。上无我是安尼。安尼嘛，安尼讲是无毋对，真正，因为有通好，你食嘛是一种互家己产生所谓脑内啡迄个物件，会当互你家己心情较愉快。啊，对。嘿，所以食物件是一种快乐。可能对有个人来讲，啊，你食安尼食啊无啥意思啊，伤过济啥？问题是我食安尼我会痛啊。对啊。我主要是我看了啥哦，啊，像你看我分享的一寡相片，我一寡食的早顿啦，中昼顿啦，有的其实毋是一面分两顿食，有的是共一顿内底食的。哦，迄量就有够，迄个量真伤济，佮看着足瘾买，无买足艰苦。我嘛看着想要食，迄真正是足歹控制家己的，要食食即个欲望足歹解消的，啊无啥会定。我是讲，逐个人可能加减，就是拢会有一寡。足容易就会足想要买落去的物件，可能足侪人加减拢有。啊，像我嘛，甲阿姐共款，可能嘛是食食即方面，真正是看到想要食的，就会无细致，就会买伤济。我嘛是会当体会。加在讲，原来我目标，我是真正下关的下即个目标，安尼佮加在，应该佮有拍拼的机会，啊无。那写其他可能就是真困难咯。哦，伤过无用啊。嘛无法度啊，那个工课当着的东书都较无够力嘿。哎呦，我小天袂行，你像今仔日我休假，问题是我透早游完走去店里，先去主导连我行伊去向阳到无来。伊会安尼哦？啊，无法度啊，人都有心理疾病。哦，就是。镜头举开，伊准无在调上班，你嘛袂当死偌一点。哇！迄个嘛是体谅人，迄嘛毋是伊愿意。啊，镜头有你像有款心理疾病举开时，你就是伊就无法度做工课食，爱食镇定剂落去控制时，食咧头壳落嘎嘎。你嘛无法度，你就无法度做代志啊！啊，伊来做代志，真多危险。啊，是。是啊，啊，为着人的安全，为着莫互阮的店无张无弛，豆奶煮就煮我帮伊，我也是家己留心咧，家己来紧。哦，即间店无你真正是袂使呢。哎哟，无迄个代志啦，啊，都算讲倒日子会多就好。啊，减送拢嘛会做哩。阮之前咧店捌剩3个人、4个人嘛，照常咧经。哦，足经诶！啊，无法度啊，啊都无人啊。即款传统产业的店吼，咱凭良心讲，叫做价小伤歹。一流的，你想要用3流的价小请1流的师傅，是哪有可能请有？哇，3、4个人我真正无法度想象呢，安尼真正免休假呢。啊，阮真正迄时阵差不多有3、4个月无通休假。哇！啊，无通休假就算啦，尾时阵，逐个头家讲的安尼赞袂掉，逐个会放弃，啊，准备点休，啊无拢逐拢无休困，真正，真正头家险死。哇，有影足拼。毋过我真正足佩服，因为我其实我家己嘛是有想要减肥啦，啊，毋过我真正是无啥进度，佮颠倒愈肥，所以我对
会当，互家己减肥的人，真正拢足配合的。嘛毋通安尼讲，无你就试看嘛，大你要食物件之前，先啉一大杯的水。哦。先增加你腹肚内底诶，算讲，甲你腹肚胃内底空间先接无较济，安尼你食无较济啊。啊，足有理呢，好。有即个方式你通试看觅啊，因为我之前咧试是安尼是会使。还有就是两白质的物件食较济。你像鸡卵迄落鸡卵的话，伊较止腰啦，会较动腰啦。人讲较动腰啦，你若食鸡卵的话吼，你其他因为咱人体若蛋白质是较主要的迄个营养吼，算讲能量提供来源。你对迄你若食迄安尼，你减少你淀粉的吸收安尼啦。那就淀粉得食较少。嘿，有即个讲法啦，你通试看觅啊。好，我知。因为我嘛是家己嘛是安尼试嘿。蛋白质，比如讲豆高遐对无？即个物件就互介意食的人食就好啊。若食袂习惯，你也是盲食啦。这你毋是有老话讲，你想要食看觅？我想要食看觅，我是讲你食袂习惯，你就盲食。了解。我的意思是安尼。我真正做推荐。迄个豆糕真正好食。四叔啊是我捌食过，是袂歹食。如果我食是迄款含迄个杏鲍菇做的落去糍的迄种，我食的是糍。听起来嘛袂歹呢。盐酥的好食。盐酥应该是好食哦。盐酥的好食。像有人迄款迄个冬蓉，迄嘛袂歹食啦。迄嘛听过有人食，我还毋捌试过。毋过个口感可能就爱看有个人就袂习惯啦。会高笑。嘿，小可。好，小可会惊，我会惊。所以我无建议你试。那阵，另我无机会，我要来试食一款其他奇奇怪怪的肉，像咩孔雀肉啦、绿的丝款的，顶下要来试看觅下。这我毋知影倒通买，毋过听起来是。我是知影，阮这边遮有一间无菜单料理，有出即种奇奇怪怪的肉类的料理一个人敢若是3000块啊，是几千块，我袂记啊。我有点想，连去我若真有机会去食，我较翕和恁分享。好，做欢迎，做想要看。安尼我来看觅，这迄阵敢有留啥物要甲阿慧讲的话？我看一下新的一档，希望互我得到满足甲幸福。即马算是真满足嘛，真幸福。安尼真好，希望会愈来愈好。好，一定会。靠大家牵成，佮家己嘛有小可拍拼，应该是无问题啦。我相信一定无问题。多谢阿姐，定拢会留话，佮定拢会替我斗分享。一定爱的。好的人才，大家撒互愈较侪人知影。哎呦！安尼我会歹。迄毋是咧甲你报，你是讲事实尔。真正感觉你是人才，所以爱撒个愈侪人知影。我感觉这个馒头有迄种造型的，真正拢做哩。我应该讲过几若摆，不过我是真正感觉做古锥的，嘛真正拢会想要互搁较侪人看到。毋过迄落物件都算做趣味的尔，迄都无在调。趣味啊！都算做趣味啊！像今仔日原本要做，讲要做毛毛虫馒头，结果做无成功。我识，因为我后尾手染的，我原本是要用咖啡加迄个绿茶粉落去染，结果透染者伤过少，色水食袂过。用天然的就是安尼色水，你毋像染迄款色粉的吼，你。迄较歹用嚼，
用手弄弄到要忝死。哇，这算足高工诶。无啊，伊量伤少。遐无像你若是我像我大店面咧做，话是阮店面咧做，我要三个会边角料直三个做，拄伊本身就已经有色水，安尼较好做。啊，所以你看着我大部分做遐，除了顶头做你迄个保香怪迄个做迄馒头，迄个是另外热地粉，我另外手烂。以外，其他小是就摕边角料来用。啊，原来是安尼。啊，迄安尼时间较袂低动着，啊无你像你要用一堆色水吼，伊有诶已经发面对个面团有诶发酵已经无法度做啊。伊有发酵时间，你若像毋是用色粉诶，你要搁用天然诶，你用诶就是伊时间差会互即个物件做袂开。这做有路诶，这我完全捌想过。哇！迄个个人一个人专业蛮像伊度的，你看伊的煮食伊较内行，对无？啊！你看你像你加片较内行，啊，这对我专业当然我较内行。有影足趣味诶。大家若是有想要定看到这个馒头的。定着爱来我的 Discord 内底，着看有哦。有我来分享，我若有做奇奇怪怪，较来分享互恁看。逐摆拢做期待，足侪拢做古锥的，爱看。感谢。我嘛足感谢阿杰，一直甲我支持。正系，安尼我来看，后一个人敢会当接我的电话？好啊，一个。拜拜。哇，酷嫂啊，阿蛮欢迎你来。酷嫂啊，敢有想要接我的电话？若准有会当甲我讲者，我妈有问阿轩，伊讲会使接电话，我甲问者。阿轩嘛袂记家己的新年新愿望。阿曼啊，你来啊！阿轩你来啊！阿曼欢迎，来我来看一下你的愿望是啥咧？阿轩，听，有，耶，你好，有咧，台语会通无？会通啦，会通，会使吼。毋过应该嘛是会通啦，哈哈。敢会紧张？紧张啊，真紧张。免紧张啦。来，你袂记家己的目标是啥？我已经大下的人啊，我已经倒伫眠床一个月啊，我已经毋知我家己咧创啥。哇，真好，足欣赏的，我嘛想要倒伫眠床一个月。好，你的愿望是讲你希望会当顺利上大学。哎呀，这我有。我讲一半尔，你搁有后半句哦。夭寿咧。夭寿好，你敢记起来啊？我袂记住，你讲。你讲你想要甲介意的人做伙啦。好。这是要无还是无法度？无法度，已经，啥物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就是换一个人啊。换一个，你介意的人已经换一个人。换2、3个。你敢有想要甲即摆即个斗阵？我想伊无想我。伊无想要甲你斗阵哦。嘿啊！安尼就好，我莫后白讲。哇，安尼是要安怎咧？紧啊，因为这个故事有点仔趣味呢。安尼还是你来我的 Discord 内底，伫迄个语音的所在用台湾话甲大家讲咧。我惊讲你这无方便伫 YouTube 讲互全世界听啦。都听无，不要紧啦。你还确定哦？
我确定啦，哈哈。啊，你是想要讲哦？你若真想要讲，我嘛是替你无法。敢有人想要听？啊，我其实是有淡薄仔好嘿，那毋过我感觉袂使安尼甲你塞人。若是才讲是有人讲想要听，我即马就讲。好，来恁好，伊拖着去遮讲要爱听。OK， 我爱先安怎讲前情提要，就是我有一寡性别魔法，就是我会使应该讲我会晓占卜啦，这我毋知，反正我会使迄个啥物物件，卢恩符文甲雷诺曼，我个会晓用明白安尼。明白哦。对。哇。好，这没有酸酸甜甜呢。那个猫猫想说他想听酸酸甜甜，没有酸酸甜甜，但是蛮好笑的。啊，嘛会使，我嘛爱听这种。我当甲你笑，你切啊讲。啊，我有几个朋友嘛，会使算迄个什么塔罗牌啦，就是安是有一个魔法小聚会，安尼啊，拄着这个人，我就介意嘛，我就点播行准的时阵吼，我就去算，就是咱几个朋友就斗阵安尼来去算讲这个人吼，敢有机会，伊是一个安怎的人，迄款的，就是感情故事嘛，是安尼。结果算出这个人吼，伊是渣男啦。他不只跟我聊天，他跟很多人聊天呐。哦。加在有先甲算者。啊，结果你要咧行准哦，还是你着落准啊？落准啊，不过我感觉真趣味，因为就是讲这个人会甲我高甜足久，可能会大下以后高甜，一直高甜。哦，所以是即摆要咧高甜哦。我对。安尼你有感觉好算无？我感觉真好算呢，就是。安尼会使，安尼无去开会使。听这个人会开钱好啊。伫我是袂歹啊。伊会开钱，我就感觉其实嘛是会使啦吼。所以是安怎？你有啥物想要爱的物件，会买互你啊？就是我顶礼拜的时阵，我去台北，嘿，找钱。不过我不是去找伊，我去找我的杀主 ，OK， 去找我推。啊 ，OK。他帮我出高铁来回票。哇，你的学习哪会这么好啊？2700 ，OK， 他就给我钱啊呢。哇！而且迄天我其实无记着伊，就是本地是讲我爱甲伊做伙去去看我的杀主安尼。啊！结果伊有代志，伊就无法度来。不过我其实袂晓伊讲，伊到底是真正袂法度来，伊真正有代志，还是讲伊去找其他的妹妹？伊有出钱的。对，伊有出钱嘛？哎呀！哦。我就感觉，其实嘛会使。我感觉伊拄着去车上来讲，其实有理的。咱想者，就是即种人，若是无欢喜，也是安怎的时阵，有诶啦，有诶会足恐怖，所以你家己注意安全。嘿。不要紧啦，哎呀。你爱注意安全哦。我知。好算是懵算啊，毋过爱注意。好算。好。着开钱的，真是毋知要安怎讲呢？就是唉，哇，安尼算讲了啊你？即摆我甲伊的关系，就是咱两个讲好。其实嘛无做伙，嘛毋是男女朋友迄款的。毋过伊甲我讲的哦，伊甲我讲的，毋是我讲的。
好像不自杀声明啊，伊讲的吼，毋是我，伊就讲就是咱两个人就是做伴啦。我袂使去找别人，伊嘛袂去找别人啦。毋过吼，我算出来讲，伊是有去找别人啊。哦，安尼就罔听罔参考啦。罔听罔参考，反正就是巫师大会嘛，占卜这种事情不能信嘛，我们就听听就好。安尼哦，哦，嘿啦，听就好啦，哈哈。但是很有趣啦。因为讲回来，就是5个人算，拢算讲伊有别人。安尼哦。对。好，安尼希望你后半年会当找到答案。希望啦，希望。好。好。来，我来看你迄阵有留啥物话要甲阿慧讲的。我好。因为迄个定着爱写，所以大家拢有写。哎呀，你讲感谢我，你做者快乐，看我剪的影片拢会笑甲变过啦。对啦。好，请问即摆迄个街坊的系列敢有互你笑？有。哦，安尼会使好，赞，安尼好。感谢你的支持，安尼我来找后一个人啊。我叫是你挂我的电话咧。你哪会雄无声？好，袂要紧，安尼我来找后一位。伊个倒转来啊！好，刷去。哇！好，安尼我来卡，咱后一位卡互酷沙瓦。你好。你好。嗨，安尼敢有声？有哦，足清楚的。来，咱来看你迄时，你敢会？你会记得？你会记？哦，安尼我甲你直接问，请问，你写几若项对无？迄敢毋是3项尔？哦，因为我数学无好，所以对我来讲3项算足济。来，先甲你问头一项，请问你敢有找着家己介意的头路？算是有啦，因为迄目前咧做甲台语有相关的，甲迄台语有相关的石头。哦，袂歹，我嘛是，我即摆应该嘛算是做甲台语有关的石头，安尼袂歹呢。破啊，破，所以是做起来发现其实嘛无遐尔爽，是无？做起来发现是用华语，去做迄台语的感觉。安尼要安怎？暂时。先多的无要安怎？因为毕竟我要讲的是，我做的算是公家机关的啦，公务部的啦。迄公务部讲较歹听的，即摆公文你要叫伊用迄台文写，这应该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有影，就是无才调看台文的人，实在是要足济，所以应该是我嘛感觉足困难。毋过咱迄接触的厂商，就是当然就是会有一寡来办迄想要来办台语活动的人，安尼就是嘿啦，就是一寡什物独立册店啦，还是什物剧团啊等等的。会啊，什物。哇，安尼先爱甲你恭喜啦，因为算是讲有找到，有可能算是要符合你的上重要的爱甲台语有关系即个头路。好，安尼。毋过我有迄一件代想要讲的，就是讲进前拢会有人讲，你若是介意迄个物件，
伊若是变做你的头路的话，你就会开始讨厌。我即摆有开始这感觉。哇啊！所以你感觉讨厌是因为啥物？我其实是因为无讲做完全台语哦，所以毋是啊。这是小可的一个部分啊。上主要应该是讲，我感觉讲较歹听的啦。我感觉大家拢是咧骗食尔。哦，我是捌参与一寡嘛是，就是要安怎讲？就亲像我差不多画册的时阵，我有去你台北参加，算是就是咱台湾全部县市咧去做这，就是甲台语相关的公家，就是公家部门，就是大家去上课嘛。啊，讲实在，就是咱做迄台语佚头的，嘛是拢用嘛是拢用华语咧介绍，我就讲，安尼到底是要介绍啥笑？哇，你嘛是做直接。这是我家己这是我家己的心内话啦。我当然我当然袂伫我的什么上司啊，是讲就是什么同事就是迄面头前讲啊。有影，确实是有，较袂安尼啊。对啊，我之前嘛是捌参与一寡，就是甲公家机关合作的，伊就是虽然甲台语有关系，毋过台语的比例是安尼足低，足低的，想讲到底是要创啥？好，安尼咱来关心你的第二条。我是毋是甲话题，母甲小可歹，就是小可歹收煞。我是感觉袂啦，就是你愿意分享是做欢迎，嘿。只是想讲，咱嘛是爱平均者，你另外2条，咱嘛会当来小监督一下，看做了啥款。我想讲，你会甲迄大家的进前的新年新希望，拢会展出来伫迄画面顶悬，就是互伊大家较知影讲，哦，这个人当初是讲啥物，安尼，敢若看的人敢有感觉有迄种共鸣的感觉。哦，我想讲敢会做刺激。若拢3项，毋是3项，无一定大家拢3项。若阵大家拢有做者无做甲到，就会较安怎，较歹势。好，袂要紧，我用这敢会当念啊？这会当念。我是 OK 啦。好啊，你讲想要有法度偷开对亲人迄种讲袂出嘴的心头结。哦，其实有啦，因为我坦白讲，因为我真一阵仔，就是真一阵仔无头路。当然讲实在，你若是无头路的话，你就会伫亲戚面头前较歹，就是甲头夹，就是甲头夹个啦。因为大家讲，总是你会知影讲，大家有讲无讲嘛好，伊可能会伫你的脚趾边滴滴嘟嘟，就是这当然是你知影，你嘛是，就是你找无头路的迄段时间，你嘛是较歹势甲因去问好啊，小借问啊，就是一寡你有想要讲的话，你嘛讲袂出嘴，无想要讲的话，就是，就是藏的安尼。有影呢，嘛是会，因为我某一方面来讲，有一寡时大人嘛会感觉我是无头路。所以你有偷开迄个算是心头结？安怎讲心头结？应该讲无完全偷开啦，毋过有迄较好的，就是嘿啦，就是有往较好的面，就是面相啦，就是变成，就是我有迄个面去找我的姊啊、我阿姨、我阿姑，会使甲伊面头前讲一寡话安尼。无进前拢结点安尼。安尼好呢，哇！安尼你敢讲你第3条嘛有做甲到啊？第3条，我会记我第3条是迄5万字呢。因为你第3条佫有写较定有心力，佫有行动力，通好对思念的人加深实际的感情。这是第3条，这毋是第2条。
这是第三条，嘿，啊，你后壁嘛有讲对我的愿望，嘿，迄是另外的。第三条有啦，第三条我拄啊好去你台北去上课的时阵，我有特别找想要见的人，啊嘛有去见着面。虽然讲我知影伊是有男朋友的人。哦，好，啊，毋过你想无，你有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会当做的代志，你有做，有互家己一个交代下。算是有啦，毋过嘿啦，可是我知影我家己是一个较古怪的人，啊，我袂去甲我的感情全部投射互迄一个人，因为我知影，因为我个人是抱持一个我无想要结婚嘛，无想要生囝的，想要孤单一生的在一个。哦，安尼其实嘛，就是你已经确定家己想要爱啥，安尼其实嘛做好啊。你真确定家己想要过啥物款的生活？毋过加减嘛是小可想要讨爱，所以我会讨一款爱，毋过我会较有站的。哦，好，哇，袂歹，你三条拢算是有做较够哇，无简单。好，安尼嘛是爱先甲你讲恭喜啦。安尼你算是新年愿望伫顶半年，就算是有做较够啊。安尼，咱来看你迄阵，就是对我的愿望讲台湾话伫网络顶的展望，就交互我。哇，这足大的责任呢！我有尽量啦，虽然即马华语的，就是讲华语的内容较济啦，就是因为我想要换一个策略，就是想讲加讲一寡华语啊，互。就是有做侪人是无才调听迄个全台语的直播，所以我华语就讲较济，就讲甲因骗入来，豆豆啊学寡台语安尼，对，我就尽量嘿，我继续拍拼。大家继续拍拼，对，大家啦，台语咯，大家继续拍拼。是，袂当干那我啦，袂当干那几个人拍拼啦，大家。有想要参与的，甲大家做伙拼，迄个效果就会愈来愈强。靠大家。大家会使伫家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参加任何甲台语有相关的活动，就是伊迄不只是，就是什么实，就是你会使实际去参加，你会使伫网络去找找甲台语有相关的，算是伴啦。啊，是讲你会使家己做迄一寡。团啊，比如讲啥物，逐礼拜拢有啥物大同啊，啥物台语的开讲会，啥物的等等的，大家拢会使去参加，就是用迄台语来开讲啊。大家嘛会当加利用我的 Discord， 会使伫遐相招，爱相招，安尼阿慧，我有迄一个建议互你，爱相招话，主人爱伫内底，因为主人伫内底话，较有法度吸引人客来的，对无？是无毋对啦，好，我尽量。其实我以早有想要办，即马就是时间还无找出来，毋过你讲的其实是足有理，有影啦，有影，好，安尼咱来看下下半年阿辉敢会舞一寡开讲会之类的物件，咱才来看下卖。耶！你使开讲，你之前伫咖啡店做的一寡噱头啊，都是顶顶的啊。哦，这嘛是有足侪通讲的，是。啊，无就是有无？你家己开一间独立咖啡店？无钱，少去甲银行累啊！这搬戏会使啦，真正要开应该是无法度。我是 VTuber， 我做散车，莫安尼。好啦，安尼咱来准备卡互后一位好啊。感谢你的邀请，我是真久无去讲遮侪话啊。我就想讲，换我来听大家讲台语，罕得听观众朋友的声，换我来听看卖。安尼我来卡互后一位朋友啊。耶！哇，我挂伊的电话应该袂讨厌我吼。
你好。哇，我甲你转较大声的。冇事冇事。啊，有声，你好。你都有声。这位是咱的阿峰。你敢会记你家己写的愿望是啥？我是写啥物啊？我到底写啥？你想要得长热病？哦，我会过来。嘿，你做骨力来笑？是。是，你是安怎骨力？我靠啦嘛是啉做凶的。安尼哦，哇，安尼请问你，好啦，咱讲正经的啦。哦。你讲你阁有一个正经的愿望，是想要拼黑电图。即摆在咧画啊啦。哦，你是讲你即摆画到一半，互我记好了着。嘛无啦，因为阮兜今仔有停电一寡，啊，我较灰心安尼。啊，对，你头仔伫开讲时有甲大家讲吼。停电，着啥物代志都无法度做呢？困啊。哦，趁迄个时阵困咯。你个停电是有先讲的迄种，还是雄就是无电的迄种？迄一天外口风雨遐尼大，就是这个时机点，啊，着今天头拄啊，阮兜遮落雨落足大，啊，着停电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毋过无足久诶，伫遐就有。啊，所以你嘛无困足久诶。我有困足久诶。哦，好，安尼你嘛是足拍拼。他嘛讲无变点，我都黑白讲话迄种人。我甲你头学诶啊，我以前无遐敖黑白讲，我是受着你诶启发呢。是哦。我想讲安尼嘛趣味啦，大家嘛较爱看啦，所以我就对，我就甲你头学。我未纳学费哦。无紧啦。我做散车无法度。我等下甲我画一半，等下你看好了。啊，是讲你迄个图画甲安怎？我拢搭去我用迄个肥脂角，我搭去肥脂角内底，啊，我咧算安尼，我即嘛咧算。哦，真无咧继续算。看着我画。哦，因为你拢会打互我看。迄应该袂当打 Discord 啦，我无开迄种所在。若准大家真正有需要，才甲我讲，凡是以后可能会有。哦。好，耶，多谢你的支持。你敢有想要出道做 VTuber？ 哈？无想得济。我嘛是讲，我即摆甲我诶生活费压甲足低安尼，一工拢快开无。一工拢无开什物钱。哇！安尼是。健保来我做头疼啊！刚过来啦，刚袂使买啦，无想要啦。安尼应该无适合做 VTuber， 会搁较散咯。无，我想讲你讲话嘛是足好，足趣味，所以想讲应该嘛是有市场啦。我是安怎拢学袂讲话，我嘛毋知影。袂晓。我虽然介乖呢，我虽然介乖。迄是细汉的代志啊。干嘛咧讲的？对观众都无礼貌，歹势。好啊，你迄阵写迄个要对我讲一寡话，你迄阵讲大中华自受的体力哪有减啊，骨力体减甲动。那是写这个物啊，拢会写甲家己袂记写啥。哈？歹势，我听无清楚，敢袂通去讲一摆？就是我袂记得我当初写啥物啊。袂要紧，我想这嘛计足济个月，大家可能嘛无啥会记啦。我是感觉迄技术，体力遐足济，应该是搁爱一寡时间啦。袂啊，看伊愈来愈要要讲，看伊拢有叮当着，我就真欢喜诶。我拢去国华甲迄囡仔讲，
那个国旗哈，我没有要跟他敬礼的，我超想把它烧掉的。因敢听，不过我是讲，有足侪囡仔人可能自细汉就是对这代志完全啥物想法拢无。但是讲你道理就是，你敢有什么原因爱对这个国旗敬礼啊？系啊，因为他是国父什么的嘛，那个啊，为什么你要相信这些？因为老师说会考试这样啊，对啊，因为其实我嘛是的是，我其实有时候跟来听落啊，不过那是嘛是我家己想要做主安尼。因为我细汉时嘛是拢毋捌想过这个代志，就是讲我就是对大家。我是家己拢会想，不过是算我家己的阿母甲我压在较重，就是莫想遐我无压力好啊读册啊。以后去做迄赚大钱的，不是讲赚大钱，就是有法度赚到钱的人安尼。所以我即马是完全违背伊的意志啊。就是无赚到钱就对。我足少的啊，主要是有一个迄个师傅甲我饲安尼，啊我就过到做丧事。嘛袂歹啦，无头无抢。无头无抢。对啊。我迄摆行去迄个车头，我行迄个地下室，毋是地下室，讲毋对，地下街哦，地下路，地下道啦，地下道，就看到一个罗汉脚伫下骹困，迄味都重诶，我想讲，这可能我以后嘛会遮困哦。你会使先叫伊先拜，先拜啊！伊迄先拜吼，我行过啊，拄好伊迄100块安尼刷出来。风吹着啊，刷出来安尼，伊个100块。我想讲，哇，100块要扣哦，100块诶，就买好啊。我家记得，我家翕诶，你个100块啊，伊个也困。我无起来。所以安尼看起来，迄个台湾诶罗汉脚袂歹做吼。反正是比其他所在过了较好，因为做个台湾人嘛做热心诶。拢做愿意支持在地罗汉脚。我之前听迄个拍远的故事，伊有讲到迄个去食王啊，我感觉足趣味的，真正面皮爱有够高，较有法度做去食王。这我就无好了解。就是有人会介意去分迄个做去食王，就是伊会收甲做有心意的，就是拢甲你个伊啥物伊就收，卖甲你讨啥物安尼。足趣味的故事。毋过我讲故事，人可能做人可能做烂诶。反正是我本来是无啥爱讲话诶人啊，我本来是无啥爱讲话诶人。自从学着台湾话，那完全开放啊，就是哇，真正有咧讲话，现在一卡拢走出来。哇，台湾话遮厉害哦！推荐大家拢来学台湾话。哇，这做特别。我到着我想要学讲话迄种性格。无我讲华语是讲到30岁啊，就是也不觉得学台语很重要这样，嘛是拄着迄个师傅甲我讲，对啊，什么这个纳泰这个中华帝国都奇怪，非常奇怪，伊早感觉足奇怪。哇！对啊，我543是大堆。嘛足欢喜。那有你若有闲也是有机会嘛，足欢迎过来迄个 Discord， 甲大家讲啦。我这个人做秘书的啦，我会歹势啊。看会出来，毋过听会出来，毋过好啦，嘛算是因为我卡互你才逼你讲话是无？是啊，不过我因为停灯啊，拄我困甲好势，我哎呦，Discord 有人哦。猛接者，啦，毋过虽然你定迄个开讲室老话拢无啥正经，有诶，即个真正袂晓读出来，毋过我是感觉足趣味诶。毋知影大家敢有介意？因为介意我后白讲应该是嘛，感觉你讲诶话有诶足趣味啦，应该是会使。我无确定啊，因为我之前有得失着别人啊，你嘛知。这。你做想讲你莫讲迄个物啊。我袂讲，嘿，就是可能咱人生加减拢会得失着别人啦。我可能只是嘛捌得失过足侪人，我家己嘛无一定知影，嘿啊。
哦，所以我是叫叫着你休困哦。我在给困，就是我因为你嘛，嘛毋是讲你嘛，就是迄个人迄个肥一个更新啊，我今仔就来变安尼。哦，你那无缘无故，毋知想要在坐家哪好算着是啊。家在毋是叫叫着你休困，无我着搁得失着人啊。无啦，无代志啊，我这时间我拢有去加课诶，最近较无去。哦。阮兜行去我爱去的学校遐上课，我算过大概我无用走，我用行安尼，排一个骹棒，大概2点钟啊，过2点钟啊，转来大概嘛2点钟，我行过几摆，有够忝诶。你这是路边拢拄着狗啊，狗啊，走回少啊？无啊，就该整啊，该比下手啊。你可以就你该就，我会改就，你个狗啊就，伊就收过分啊，甲我背甲。互伊知影送是老大小。伊个无用办，因为我进前时不时拢行，伊爱互伊知影我咧这地盘是我的安尼。哇！你后摆就会伫因头前，电火条放，结果互因知影这是送的地盘。无啦，我甲黑白讲，哎哟，见摆黑白讲，大家上爱听即种。我这个毋是读册人啊，无什么读册。我甲辉讲我无去大学。我无印象，可能无。我无去大学。哈？我对这种代志我是会做有自信，对，我就是无去大学。多谢你的分享。我讲话较无迄个什么，因讲什么建设性，对。无一定，我讲趣味嘛是最重要。尤其是我甲我母讲话个愈跳，伊会听到说我莫个甲我讲话，伊迄比迄册间哪个甲愈歹听。对。迄个进前你若像伫 Discord 嘛有看过你做友好的迄个。我想着，我应该搁定位一下，搁会使搁打，因为我即马有用的迄个 iPad 伫遐问话，会甲愈光一寡，就是无迄上海学啊。水啦，其实我真正足爱看呢，我爱看你迄个足友好的漫画，还是。我即马咧无用几过来，这我家己画到，画到足欢喜的。不要紧，你先无用你的，我的愿望会当放到后壁才讲，家己爽上重要。我敢会占收一个时间啊，刚好去后一位，应该无，毋过嘛是差不多啦，差不多会使，互你去继续耍。耶，多谢啊！足侪人拢是今日头一摆听到恁的声呢，趣味。对啊，甲狗仔相战是安怎？佮捉狗仔有够凶的。古早的乌托派后斗有插棍仔专门来吓惊对你有敌意的龙洞狗啊！哦，你遐是足侪龙洞狗是无？安尼今仔日应该我联络会到的，迄种有投稿的拢有联络到，很有趣吧？逆出带我抄袭礼物的，谢谢。我就看前几天礼物不是也逆出带打给一些就是会员吗？我想说我来抄袭一下，但我本来就想说，今年差不多过一半的时候就可以来回顾一下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有没有在认真做。对，所以好像逆图代版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嘛，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刚好有机会跟大家讲台语，蛮开心的，超开心，好赞，对，感谢大家，对，感谢大家接我的电话，感谢大家接我的电话陪我练台语，好爽。好啦，一边搬家一边听哦，好啦，明年换你投好不好？明年可能还可以再募集新年新希望，可以再投。对，好啦，然后我们逆出带环节之后要干嘛嘞？好，对我还有准备一个小环节啦，就是因为大家拢做样讲台语，我规期的后壁嘛拢讲台语，为这遮大家应该拢听有，那听无嘛是愿意听，嘿好。过来就是头拄讲到啥？
一开始有讲到，就是我今年原底有想要做的一寡目标，其实拢算是有做到，所以咱来追加一下好无？加一寡，搁加一寡迄个加油葱吼，加一寡葱，好啦。所以我有想讲，我后半年敢会当搁加一寡啥物目标咧，来甲大家分享，来甲大家分享一寡我有想到的，对啊，大家拢做会晓讲台语呢，大家讲台语拢做好听呢，真正爱听。我讲实在，我真正做爱听人讲台语，做爱听大家来用台语讲家己的生活，真正听了会做，台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特别的语言，所以我甲讲真的，做爱甲大家用台语开讲，虽然机会无济啦，因为 VTuber 可能较侪时间拢是安尼开放送啊，一摆。我讲话互足侪人听啊，甲大家安尼两个人，安尼算坐落来开讲的机会，就真正有影较少啊。毋过，哇，真正足介意的，足介意的。台语店家网站差不多会使去开好，安尼咱所以敢是伊个有更新足侪新的，安尼会使，因为迄个基站。强项嘛是我想要一直长期做的一个主题，所以有机会应该是会使来开一个，好，刷来，足久无讲，有淡薄歹势，安尼你着加讲啊，你着加来咱 Discord 内底加讲啊，对无？好啦，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个目标我最想要来写歌哦，想讲是应该来写一个歌汉创曲啊，应该来写一个。所以我看后半年啦，后半年上无爱一条好无？上无来写一条原创曲，我若写上无一半是台语的，嘛有可能规条拢台语的，我再来看卖，再来看迄个时阵，我若有甲别人合作，我就有可能是我家己的部分是台语，对方的部分就是对方的另外一个语言，安尼嘛是有可能的，这来看卖，毋过就是希望今年结束以前会使我来写一条歌，好写，要开钱啊！是，你莫讲出来，你讲出来我都会无想要做。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哇，是怎样？感谢猫猫可爱的1000块啊！是不是应该讲台语？多谢鸟味果水的1000块的赞助，恭喜100，不是100 ，1000啦！恭喜1000订阅，你会认真的一直得到足侪1000订阅的。多谢伙计，遮尔拍拼伫 VTuber 圈经营台语社群，用心甲各种有意义的客话变甲足有趣味，非常欢喜。透过这个频道透过这个频道熟悉对台语充满热情的大家，一世人做伙学台语，一世人哦。多谢鸟味果水，我就是确实我想要出来做海信，一个足重要的目标，就有影是想要甲台语的代志讲互，就是我感觉台语趣味的所在，搁有其实嘛无想遐济，就是我想要做一寡甲台语有关系的甲台语有关系的代志，想要甲遮个代志讲互足侪人听所以真正有。互足侪对台语有兴趣，还是想要来练台语的人，会使互相熟悉这是我的荣幸这真的是我的荣幸真正足多谢所以这嘛是这原底嘛是我足想要爱看到的所以真正嘛足感谢大家，就是拢有来参与拢有伫 Discord 内底分享足侪家己的想法啦甲其他的观众朋友开讲这嘛是我真正都感谢大家，感恩，我继续拍拼继续拍拼，耶！恭喜大家拢有交到一世人做伙讲台湾话的朋友耶！宝箱要相信自己的心想事成，想做的事情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帮忙。好。我会试着去相信的。确实，今年前半年真的是已经充分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真正是足拍拼，想要做一寡代志的时阵，你若真正有够拍拼，有时别人就会看到你的拍拼，别人就会知影你想要做啥物代志因若是有资源的时阵，就会当
来斗牵绳，就是甚至有时啊，就是人就是知影你咧做这个代志啊，伊甲这个资讯甲另外一个人讲，有时啊，这就是会起到足大的影响，嘿，都有对咱想要做的代志都有足大的帮助，所以确实，大家若是有想要完成啥物代志，恁就是先骨力去做，都有可能无细致受到一寡帮助，像我安尼，耶，多谢大家啦，搁有就是后半年另外一件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希望会当收益化，即摆就是欠时数啦，即摆迄个订阅拢有啊，就是时数较平，我即摆已经900外点钟啊，爱3000点钟才会当，所以算是差不多做到1/3啦，所以有机会，今年要完成收益化，应该是做有机会，所以我就是爱较拍片，爱加做一寡直播啦，加做一寡配信，搁有加做一寡影片，应该都会使，大概就是安尼。3000会使啦，较平的真紧的，我若较拍拼应该是会使。咱对家己有自信啊，恁对阿慧有自信啊，对无？恁若是想要替阿慧即个收益化斗3工，恁就是甲阿慧推荐互你所有的朋友，叫因做伙来看我的海信，我的时数都会累积甲佫较紧啦，会使啦，一定会使啦，好啦。安尼今仔日有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佮有甲大家报告的，佮有甲大家迄个，或者啥物，或者甲大家关心的拢有啊啦，拢有啊啦，一定是对伙有信心的，好，多谢。安尼咱上尾一项代志，我家己有记，耶！咱即摆会使去降落别人啊，耶！我们可以去降落别人了，这是史诗的一刻这是那个历史上只有一次阿慧头一个降落要互上其实我也还没想好，这个值得纪念吧？这个有点值得纪念吧？我的第一次降落到底要给谁啊？我来看一下有谁有开，好刺激哦，好刺激哦，要降落给谁？来看看哦，现在好多人开哦，哇，陈火蛇也在开台耶，废话，可以降给谁？突然要降就突然不会了，有点紧张，让我找一下。我第一次降落，对啊，初降落到底要给谁啊？好紧张哦，我来看一下。来看看大家在干嘛好了，打开我的订阅清单。好，我们去找菜鸡好了。菜鸡，等一下哦，我要怎么？来，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要起飞啦！等一下，我还不太熟悉怎么去降落别人，在哪里呀？我会了。我们去找菜鸡，大家有看菜鸡吗？菜鸡也是会有机会的时候也会讲一点台语，然后也做一些，他好像对之前有跟他合作过啦，然后就是一起做一些跟台语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他也是蛮有兴趣的，蛮有趣的。对，我觉得菜鸡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台湾 VTuber， 就是我好像知道有一些我的观众也有看，对，然后我要怎么，我们去看他玩游戏，然后，我会了，好，我们可以降落了，太棒了，好，那我们就过去咯，我就要长途的就降过去咯。好，那我等一下就稍微接机一下，然后就反正大家去别人的台要有礼貌，虽然我记得菜鸡的台规也是相对比较自由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有礼貌。我第一次降落，那个形象，火蛇的形象就交给你们维护了。好，那我们就过去咯。耶，拜拜。